新闻一开始来看，屏东民用工厂火灾了的第7天，消防人员透早就入去工厂继续在找人，望讲当赶紧找到最后一个失踪的员工哦。因为今仔是罹难者的头七，事故的现场佮林长拢有办发挥。另外，屏东地检署长侦讯民用的董事长甲总经理，认为2个人涉犯公共危险、过失致死等罪嫌，审后是以600万甲500万交保。大兴机区继续咧清理现场，消防人员伫1楼、2楼来回敲找，除了要找最后一位失联的员工，县府这2天也请来礼仪师协助消防辨识。9月28早起，民用也伫现场举办头7的发挥，员工哀悼罹难者，警消人员也开放员工分配入场去摕家己的物件。训练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我们的消防同仁，那这次发生这个不幸的事情之后，我们大家非常不舍。屏东县特搜队来到罹难消防人员的灵堂，怀念者捌做伙受训的消防兄弟。县长周春美嘛来到灵堂致意，了后才去回去到现场关心敲锤的进度。现场整个爆裂，所以很多的东西都压到很深，所以必须机具先去排除，先去做一些清理，然后我们的人再进去做地毯式的一个搜寻，所以事实上难度是蛮高的。民用火烧案第7天，除了继续敲找罹难者，这几天警方也出入现场收集证据。9月27，搁较直接去敲民用董事长刘安和的徛家等等的所在，嘛甲刘安和甲总经理吕英成带回来侦讯。分别涉嫌违反《职业安全卫生法》第40条、刑法第173条第2项公共危险、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，以及刑法第284条过失伤害等罪嫌。检方认定2个人犯罪嫌疑真大，侦讯了后，刘安和是以600万交保，吕英成是500万交保。检方表示会量早针对所有可能涉案的人员进行调查，来厘清规个事故的刑事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